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讲述到10种，就是一有10种分类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讲完了，就是前面6种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讲述第7个，叫做直同类一。那什么叫做直同类一呢？那直同类一的这个直呢，指的就是进取音。所以直同类一指的是呢，它们具备同样的进取音呢，然后所阐述出来不同的这种果实，叫做直同类音。那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，就比如说一棵树呢，它有非常多的枝干。那同一棵树它的枝干呢，可能这个枝干呢比较粗，那个枝干比较小，那这个枝干上面可能有长花，那另外一个枝干上面呢可能什么都没有长，那有的枝干上面可能已经结果，那有的枝干呢还没有结果。虽然说呢，它这么多的枝干所呈现的相貌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它的进取音呢是同一个，因为它是由同一个种子呢所产生出来的。虽然说上面所产生的这种各个枝干呢还有不同的相貌，但是因为它的音呢，它的进取音这边讲到说直呢，一定是只要说它的进取音，所以直同类一的这个直则是进取音，由同一进取音所生的各式各样的这一种呢，叫做直同类音。或者说呢，我们一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，那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果实，那可能有的果实比较大。一个苹果树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呢，那它所产生的苹果可能有的苹果大，有的苹果小，那有的苹果可能酸，有的可能比较甜。但是呢，因为它们的种子是同一个原因，它们的进取因是同一个原因呢，所以这些呢都可以称之为是直同类因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讲到说承注一的部分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先讲一下呢，就是承注一，就是我们在这边在讲述后面，除了说一开始的繁体一的时候呢，是跟一同义之外呢，那后面的大部分在讲到说什么一什么一的时候呢，都是要具有2种东西，就是 A 和 B 2种。那我们在讲述到像是，大部分像是直一。或者说呢，直同类一、承注一、承注同值一，还有第10个呢，官带实境质性承注同值一呢，它是全部只有无常法类呢才会有这些东西。那常法还有无常法两者同时都会有的呢，就是繁体一、质性一、体性一、同性一这种呢，是常法跟无常法都会有的。那其他呢是只有在无常法才会有的。那我们这边呢就回到说承注一。那什么叫做承注一呢？就是有2个东西 A 和 B 这两者。那 A 和 B 这两者呢是同时产生，就是它同生、同住、同灭的这种状况呢。那 A 和 B 是同生、同住、同灭的话呢，那它们具备这样状况就是叫做承注一。那在了解了承注一之后呢，就是提到说 A、B 两者它是承注一，它就是在同时承，就是同时生、同时住、同时灭的这种状况呢，叫做承注一。那第9个呢，承注同值一呢，其实也很好理解，就是它具备了承注一的特性，那它也具备了前面我们所讲的值一的特性。它具备了承注一跟值一这2种特性的时候呢，就 A 跟 B 这两者，它具备承注一也具备值一的特性的时候呢，就称为 A 和 B 这两者呢是承注同值一。那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就是我们延续上次所讲的第2小题里面呢，那就是提到说一有几种分类。那之前我们讲完了6种，那今天呢，就是多加了就是直同类一、承注一还有承注同值一这3个。那下一堂课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第2小题的所有的问题呢，等于是解答完毕，就是解释什么叫做官带实境质性承注同值一的部分。那同时呢，今天也就是多解释了就是质性一的质性还有质性成立的质性呢，这2者呢有什么不同。那也讲到了说呢，这法处呢到底是什么。那法处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去除掉了色处之外呢，那基本所有的法呢，无论常无常法都是包含在法处里面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上课就先上到这边。